代替最近河市的状况是真济，伫8月初6连续出包3届，昨初7晚到屏东西市的河市嘛故障，西市到潮州双向列车拢慢分哦。代替是指出讲，可能是设备上旧咯，佮有前几工一直落大雨，所以故障。代替嘛表示讲会来更新设备。 代替河市搁出包，初7早起11点外，西市站河市设备故障，影响西市到潮州的列车通行。双向列车平均延误15到20分钟。初6、初7这2天，屏东地区河市定定发生故障。代替初步调查是记忆器系统出现问题，佮加上7月底捌因为西南气流大水后地势故障，影响到袂少坐车的民众。变成一条袂当用，一条袂当用以后就变成即台。 会当用的路线就变成南向北向拢变成拢用这条线，就变成单行道。正好就变成火车就会卡伫迄边所在。这几工的车厝有一工就开始乱，大家要坐火车就变拢伫慢分。 代替说明，初6河市有问题了后，避免影响旅客，有先订开机，互设备暂时恢复。搁由电务人员一个人力调整记录器，嘛有请援手人员到现场支援。不过，屏东潮州地区的记录器有900外个点，初7搁发生故障的，就是前日也未赴调整的部分。你知道说，他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有进行那个68个车站的一个耗资系统的一个更新啊，那个预算应该是81亿元左右，但 它目前那个进度应该是有点落后的是，那另外一部分交通部也要去做监督。铁道学会表示，连续3天突测应该是河市设备有问题，希望代替会当先针对较旧的做替换。代替嘛回应，因会提升调整甲换新的速度，避免故障搁再发生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